大灣區一體化以及同城化嘅趨勢將來會越嚟越明顯，香港嘅樓價會唔會因為咁樣而面臨大跌呢？其實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住資金自由流通、聯繫匯率等等一系列嘅獨特優勢，呢啲優勢咧係會持續吸引住好多唔同類型嘅人才嚟香港發展，亦都吸引咗世界好多各地嘅專業公司嚟到香港落戶投資。雖然香港嘅房地產價格咧確實係比其他地方高好多，但係依然咧擁有咗好多唔同類型嘅買家選擇喺香港落戶置業投資。唔少人咧正正嘅睇中香港嘅資產嘅高流動性啦、健全嘅法律制度啦，同埋穩定嘅租金回報呢啲咁強嘅優勢而決定喺香港入市。加上香港豐富就業嘅機會，可以吸引到好多人才前來發展。優質嘅教育資源亦都吸引咗好多家長喺香港好安心咁樣安排下一代嚟香港升學。我哋嘅專業服務同埋國際接軌嘅體制咧，其實對外來嘅企業都有好大嘅吸引力。以上種種嘅核心原因，其實都強烈支持緊我哋香港長期嘅住屋需求，亦都令到香港嘅資產咧，比其他地方擁有更加高嘅價值嘅關鍵所在。如果大家想探討更多，歡迎喺下邊留言。